大家好，我哋係國際心理健康中心 Person Centre。雖然你可能冇辦法選擇工時嘅長短，但係了解自己能夠專注於深度工作嘅時間，有助於規劃同埋安排最適合自己需求嘅一個工作時段。人最多每日可以維持大約4個鐘頭嘅創意工作，喺某啲情況下呢，可能可以延長到6個鐘，但係通常都保持喺4個鐘頭左右。重要嘅係，人唔一定會連續咁樣工作4個鐘頭，相反會按住個人需要，將呢一個時間劃分為唔同嘅時段，喺最能夠集中精神嘅時間內工作。喺 Alex Pang 嘅著作 Rest：Why You Get More Done When You Work Less 呢一本書入邊，佢敘述咗生物學家達爾文、數學家亨利龐加萊、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同埋美國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等著名人士係點樣去管理佢哋4個鐘頭嘅工作時間。達爾文將佢嘅時間表分為上晝2個90分鐘嘅時段，同埋下晝大約1個鐘頭嘅時段。亨利龐加萊就由朝頭早嘅10點到中午12點，然後由下晝5點到夜晚7點工作。狄更斯係由朝頭早9點工作到下晝2點，中間會休息1個鐘頭。傑斐遜就觀察到自己嘅精神會喺一日之中有變化。學生時代嘅佢，每一日朝頭早會花4個鐘頭精讀一啲法律嘅書籍，下晝就會花較短嘅時間讀一啲關於政治方面嘅書籍，然後就去運動。4個鐘頭專注工作嘅原則並唔局限於歷史名人。研究生產力嘅心理學家安德斯艾瑞克森 Anders Ericsson 喺1993年發表咗一篇重要論文，介紹名為刻意練習 Deliberate Practice 嘅學習法則。根據 Google Scholar 嘅資料，呢一篇文章已經被引用超過16000次。艾瑞克森博士專注於研究體育、音樂、國際象棋、醫學、軍事唔同領域嘅世界專家係點樣獲得傑出表現。文章中提到小提琴家、鋼琴家、作家同埋國際象棋大師唔同嘅專家嘅練習一日唔會超過4個鐘。超過4個鐘頭嘅練習嘅好處係有限嘅。喺19世紀同埋20世紀初，牛津同埋劍橋大學嘅學生都用緊呢一個4個鐘頭嘅學習框架，而呢一個工作原則仍然應用於現今嘅醫學教育。咁喺呢4個鐘頭入邊，我哋所指嘅係乜嘢類型嘅學習同埋工作呢？我哋講緊嘅係深度工作 （deep work），需要長時間集中精神，去產生一啲高品質、有創意嘅工作成果。Cal Newport 喺佢嘅著作《深度工作：在分心的世界中專注成功的規則》呢一本書入邊推廣咗 Deep Work 呢個概念。深度工作嘅特點就係能夠集中精神、心無旁騖咁樣去執行一啲認知要求極高嘅任務。呢種技能夠快速掌握一啲複雜嘅資訊，亦都可以喺更加短嘅時間內獲得更加好嘅結果。以下係一啲深度工作嘅特色：高度集中注意力，可以長時間完全專注於單一工作；冇干擾嘅環境，盡量減少同埋消除一啲嚟自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同埋其他通訊嘅干擾；高價值嘅輸出，通常會產生一啲新嘅技能、諗法同埋有巨大價值嘅工作。刻意練習，深度嘅工作涉及突破我哋認知嘅極限。時間管理，我哋需要安排同埋保護深度工作嘅時間。精神壓力，深度工作對精神嘅要求好高，所以需要休息同埋恢復嘅時間。技能發展，我哋可以培養同埋增強深度工作嘅能力。當我哋專注嘅時候，大腦發生緊咩事呢？要學習同埋掌握新技能，我哋必須喺大腦入邊重複咁樣去啟動一啲特定嘅神經回路。呢種重複性嘅啟動會引發一種細胞，少特膠質細胞 oligodendrocyte， 喺呢一啲回路入邊嘅神經元周圍包圍住多層嘅髓鞘 myelin， 從而有效咁樣鞏固呢一項技能。
呢個過程呢，需要心無旁騖嘅專注力，先至可以隔離出合適嘅神經迴路。相反，如果我哋試圖喺一個容易分心嘅環境中學習，例如開住社交媒體啦、電視啦，會導致到大腦同時發射過多嘅神經迴路，好難以去強化所需要特定嘅神經元群組。要快速學習一啲複雜嘅概念，高度集中注意力係至關重要。所以我哋喺呢度提到嘅4小時工作，係講緊一啲高度集中嘅深度工作。根據 Cal Newport 嘅講法，大多數嘅知識工作者可能都冇辦法達到呢一個強度嘅工作，專注力咧會上上落落，有陣時專心，有陣時又會分心，喺呢兩者嘅狀態之間徘徊。根據 Microsoft 2023年嘅數據顯示，一般嘅員工57% 嘅時間都係用於溝通，可能係參加會議、電子郵件或者傾偈；43% 嘅時間用於創作。超過2/3嘅調查受訪者表示佢哋喺工作天入邊冇足夠嘅專注時間。62% 嘅受訪者表示佢哋花咗太多時間喺搜尋資訊上邊。睇返香港嘅情況，76% 嘅人都表示佢哋冇足夠嘅時間同埋精力去完成工作，亦都表示佢哋喺創新工作方面特別吃力。呢啲數據顯示咗一般嘅打工仔大部分嘅時間都消耗咗喺淺層工作 （shallow work） 上邊，阻礙咗深度工作嘅能力。淺層工作包括一啲非認知性，即係唔需要用太多腦力啦，比較後勤性嘅工作。呢啲工作唔會產生巨大嘅價值，而且容易被取代。以下係一啲淺層工作嘅特徵：第一，低認知需求，呢啲工作唔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亦都唔需要高階嘅問題解決能力。第二，容易被中斷，呢啲工作可以開始或者停止，而唔會造成生產力嘅巨大損失。第三，通常都係必要，但係價值唔高。雖然淺層工作屬於日常工作嘅一部分，但係唔會對於長期嘅職涯成長或者主要工作有重大嘅貢獻。淺層工作嘅例子包括咗可能係回應電子郵件啊、信息啊、資料輸入、產生一啲例行報告喺社交媒體，同埋參加低價值嘅會議等等。雖然淺層工作嘅重要性比較低，但係往往都佔據咗知識工作者一日大部分嘅時間。Cal Newport 認為，淺層工作有時候係必要，但係必須加以管理同埋限制，以分配更加多嘅時間俾深度工作。因為深度工作通常能夠創造更加大嘅價值，而且比較難以自動化或者外判。我哋總結咗一啲策略，平衡深度工作同埋淺層工作，希望可以幫助你按住自己嘅注意力同埋限制，安排工作嘅先後次序。